一號都冇阿加魯 Days， 阿加魯 HKTV 嘅 Yokoso。好啦，今個禮拜咧又再次翻到嚟阿加魯 Podcast 啦。咁我哋今個禮拜嘅第一 part 咧，亦都準備咗一啲大家會關心嘅日本新聞咧，同大家講一講嘅。首先第一部分啦，我想同大家分享咧，就係一個日本近年推行嘅一個環保政策，咁係關於咧塑膠資源循環促進法嘅。咁其實咧，尤其係大家咧經常會接觸到嘅一個就係飲筒啦，冇錯啦。咁其實我哋睇睇日本嘅呢個塑膠資源促進法究竟係咩嚟嘅先啦。其實咧呢個法例咧都唔新嘅啦。其實喺2022年咧4月1號咧係正式實施咗嘅。咁因為咧塑膠嘅問題啦，同埋海洋嘅污染物啦越嚟越多啦，日本咧就針對呢啲咁樣嘅問題咧就出咗一個回應，咁就定咗一啲法律嘅。咁呢個法律嘅核心咧就係所謂嘅3個 R 加一個 renewable 係啦。咁乜嘢係3個 R？3 R plus renewable 咧？咁第一個 R 咧就係 reduce 咧就即係減量啦，即係減低我哋嘅塑膠嘅使用量啦。第二個 R 咧就係 reuse， 盡量可以再利用嘅話咧就盡量利用啦。咁啊第三個嘅 R 咧就係 recycle 回收係啦，咁啊攞去回收再做咁樣嘅。最後就係 renewable， 就係咧用一啲可以再生嘅材料。其實簡單啲嚟講咧，唔係淨係回收咁簡單啦，而係咧從呢個產品設計、生產、使用同埋廢置嘅階段咧，都要全面咁考慮資源嘅循環嘅。咁呢個法例最重要嘅針對啲乜嘢？有啲咩要求呢？其中咧有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咧，就係針對住有12類一次性嘅塑膠製品啊。咁啲企業咧係必須要積極咁面對嘅。最重要咧就係話啦，唔可以再免費提供或者咧任意咁樣俾大家攞嚟用咁樣嘅。咁有邊啲類型嘅產品呢？咁啊，其中包括啦就係餐具類啦，有啲膠叉啊、膠匙羹啊、飲筒啊、攪拌棍啦，係啦。酒店用品咧有啲膠梳啊、嗰啲剃鬚刀啦、浴帽牙刷啦，或者係一啲衣架、衣物同埋防塵袋嘅。咁企業咧可以因應住呢個法律咧，可以採取咧一啲特別嘅措施嘅，就係咧改用一啲紙做嘅，或者係木做，或者係竹等等嘅環保嘅替代品啦。又或者咧將嗰啲塑膠嘅產品咧由免費改為收費提供，即係話咧你如果要用呢個塑膠產品嘅時候咧，咁就必須要俾多少少錢去做呢樣嘢啦。咁你第三樣嘢咧就係鼓勵咧啲顧客自己帶嚟用啦，咁樣樣。咁喺呢個情況下咧，飲筒呢個問題咧就會形成咗一個大家都好關注嘅問題啦。就係呢個法律咧出咗之後咧，日本咧好多企業啦已經係推動咗咧用呢個紙飲筒嚟代替塑膠飲筒嘅，但係咧市場咧一路咧都係反應都係好差嘅，就好似喺我哋香港咁樣啦，一刀切啦，係咪？係啦，咁但係咧日本咧佢有啲地方都係用膠飲筒嘅，即係咧你要俾錢就可以用到噶啦。咁啊，好多顧客啦，我哋講緊日本嘅顧客先啊。咁啊，其實同我哋香港好似嘅，就覺得哇，啲飲筒咧淋晒啊，擺落去未飲晒杯嘢就淋晒咁樣，咁就變咗個飲落個感覺會好差，係啦，同埋好唔方便。咁其實咧紙飲筒咧呢樣嘢咧都唔係第一日咧係大家咁反感噶啦。美國咧最近咧都係咧廢除咗呢個紙飲筒咧，重新回復翻膠飲筒嘅。咁啊，最近咧，日本嘅 Starbucks 咧就做咗一個新嘅改動啦，就係全面咁樣停用紙飲筒，轉用咗一種咧新型嘅生物飲筒，我哋叫做 bio 飲筒啦。其實咧，佢最主要嘅成分咧，其實係由呢一啲蔗渣，即係嗰啲甘蔗渣咧，等可以再生嘅材料咧整嘅。咁整出嚟咧就變咗佢唔似紙飲筒咁樣放喺杯嘢飲度啦，浸到淋晒啦，或者咧飲到一半嘅時候咧，你知飲筒已經軟晒淋晒，飲嘅質感會好差嘅。咁啊，你摸上手咧用落去咧，其實咧同膠嘅飲筒咧個分別咧唔係好大嘅啫。咁呢個可以再生嘅膠飲筒咧，令到咧好多顧客咧都大受歡迎啦，就係話啦，哇，終於咧唔使再受呢個紙飲筒嘅體驗啦，終於可以有啲好嘅體驗啦，即係咧飲翻落去咧真係似膠飲筒嘅，而且咧佢又可以生物降解，係一個環保嘅材料嚟嘅。咁呢個做法咧，其實咧我就想睇睇咧，香港政府咧應該可以參考下鄰近地區啦。咁啊，我哋先唔好睇
中國大陸啦，因為中國大陸咧都係用膠飲筒嘅，係啦，我都唔知點解咧，佢一刀切咧就係全部都要用晒紙飲筒啦。咁啊呢樣嘢咧，我覺得咧係可以參考嘅，就係呢個法律咧係介乎於咧一個政策同埋企業之間咧一個平衡點啊，大家可以揾一揾嘅。嗱，我哋睇翻香港啦，香港咧最近咧其實都推行咗一段時間㗎啦，就係嗰啲所謂禁止一次性嘅餐具，或者係禁止一次性嘅塑膠，即係話咧唔再用啲膠飲筒、膠叉、膠匙羹啦，變咗用啲木刀啊、木叉啊、紙飲筒咁樣，咁啊搞到好唔方便嘅，係啦，咁啊香港市民大家咧對個接受程度咧都好低啦，大多數咧都係話啦，喂，好難飲啊，淋晒啊，或啲木刀木叉都斷嘅咁樣，係咪？咁甚至咧有啲報道咧話咧紙飲筒咧裡面咧有啲成分咧有個叫做 PFAS 嘅一啲有害嘅成分咧，其實咧嗰個危害性咧係比膠飲筒咧會更加強。咁但係相比之下啦，我哋話香港呢個制度啦，我覺得咧佢哋可以再完善一啲啦，即係話唔需要一刀切去做到話，喂，我全面走就全面走咁樣，我中間可以俾一個平衡點。雖然日本呢個政策都唔係話完美，但係咧佢可以俾大家有一個中間嘅走盞位，即係話你如果係堅持要用膠飲筒嘅，你可以俾多啲錢，係啦，咁啊變咗大家個企業咪收貴啲咯，客人如果願意做嘅，咪俾貴少少咯，係咪？咁啊或者係大家可能會揾一個新嘅環保嘅一啲產品去代替。咁變咗咧，消費者啦，即係我哋啦，同埋我哋嗰個政府嗰個法律咧，中間會有啲走盞位，而唔係話一刀切，唔俾用就唔用，咁樣變咗咧怨聲四起，搞到咧生意都差埋嘅。其實，咁我呢度大膽咁講啦，如果香港任何一間餐廳，佢可以用到一個 bio 嘅餐具，而呢個 bio 餐具咧係不含塑膠，但係可以可降解嘅。但係佢用出嚟嘅成分，用出嚟嘅一啲效果咧，其實係同膠嘅接近膠嘅產品。我相信咧，好多人願意咧俾多少錢啦去用嘅，尤其是飲筒呢樣嘢，係啦，飲筒呢樣嘢真係令到咧大家咧好辛苦。我身邊咧所有嘅朋友咧都好憎呢個紙飲筒，甚至我自己都係啦。咁啊又設計出一啲紙杯、紙蓋咧，咁啊有啲咧飲到一半咧，你個紙蓋都溶晒咁樣。係唔知點嘅，食埋啲紙碎落個肚度，唔知想搞啲乜嘢，係咪？咁我哋翻日本啦，其實點解日本會咁重視呢樣嘢呢？其實呢，日本呢，大家都知道啦，就係一個高度依賴進口能源同埋資源嘅國家嚟。咁所以呢，如果處理塑膠嘅時候呢，佢會影響一個焚化嘅效率啦。大家都知道日本嘅垃圾係全部都係燒㗎啦，或者呢影響海洋污染。係啦，或者係所謂嘅溫室氣體排放嘅，所以咧日本政府咧其實佢呢個法律咧唔單止係一個管制，即係話唔係好似我哋咁話唔俾用就唔俾用嘅，佢係希望咧大家咧係令到成個產業鏈啦，或者係一個產品嘅源頭咧係可以大家慢慢去改革嘅，即係話唔係教懲罰。而係咧靠一個制度同埋誘因咧推動大家，咁啊大家咪變咗去轉用一啲新嘅物料、新嘅材料咯，而唔係轉用一啲更加差嘅材料物料咯，係咪？所以啦，我覺得啦，大家變咗咧，除咗我哋個社會輿論之外啦，其實教育啊、企業啊各方面咧，其實係慢慢咁樣去努力啦，去改變呢樣嘢，或者咧鼓勵翻。喂，你消費者自己要負翻啲責任，你想用啲好嘅嘢，用啲新嘅物料，咁啊就唔該你願意嘅話俾多少少錢，唔願意嘅你咪用翻紙飲筒咯。其實呢個係留翻一個選擇俾大家咧，我覺得對成個市場咧都會好嘅。個市場咧係會慢慢做出一個決定，而唔需要咧你去教人哋唔準點樣，應該點樣嘅。係啦，我相信喺現今呢個咁發達自由嘅社會裏面咧，市場係會選擇呢樣嘢嘅。好啦，咁除咗環保之外啦，今日咧仲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咧，第二個新聞嘅就係關於咧福岡市嘅一個災害政策啊。
嗱，聽過 podcast 嘅網友啦，可能都諗下，喂，阿加祿好似次次都講災難咁咧，咁今次咧就唔講預言啦，亦都唔講災難啦，今次係講防災對策嘅。咁啊，最近咧福岡市咧就推出咗呢一個新嘅政策咧，就叫做 TKB 三大對策嘅。咁喺X 上面啦，即係 Twitter 上面啦，咁福岡市嘅市政府嘅市長咧就行出嚟去 promote 呢一個 TKB 嘅政策嘅。咁其實最主要咧就係為咗咧提升咗大家，假如發生地震、颱風或者咧其他一啲大型嘅災害之後咧，咁市民咧就會去避難啦。咁啊，對市民有一個避難生活一個保障嘅一個應變能力嚟嘅。咁 TKB 分別 stand for 乜嘢咧？咁 T 咧就係講緊 toilet 啦，廁所啦。上一集 podcast 我都講過噶啦，震災之後或者災害之後咧，最先要處理嘅問題咧，就係公共廁所嘅問題啦。因為如果冇水冇廁所嘅話咧，或者冇一個足夠嘅環境去處理一啲你嘅糞便、你嘅大小二便嘅時候咧，好容易會引發一種傳染病啦。咁所以啦，福岡市咧就已經咧預先準備大量嘅流動廁所，咁咧有需要嘅時候咧，佢可以喺個儲備度攞出嚟俾大家用到嘅。咁呢個咧，大家咧就除咗可以部署一個簡單嘅 toilet 之外咧，福岡市啊，而家暫時講緊係佢會有大量嘅流動廁所可以俾大家用到嘅。好啦，咁第二個咧就係 K 啦 ，K 就 stand for kitchen 啦。咁 kitchen 咧就係咩意思咧？大家都見過啦，類似屋台啦，或者係啲美食餐車咁樣啦。呢啲咧日文咧叫做一啲叫流動式嘅廚房車啊。咁喺災害嘅時候咧，佢會駛出嚟，係啦，呢個係政府規範嘅，就預留咗好多呢啲咁嘅美食車或者係叫做流動廚房車啦。咁有需要嘅時候咧，佢就會可以行出嚟啦，就會提供一啲熱食啊，尤其是災害啦，已經冇一個煤氣啊，冇得煮食嘅時候，佢會提供一啲熱食啦，同埋一啲有營養、有質素嘅餐點。咁咧，如果喺避難所避難嘅市民咧，係會得到一啲好嘅食物同埋好嘅溫飽嘅。咁第三個咧就係 B 啦 ，B 咧就係 bed，就係床啦。咁床大家都知道啦，如果去咗避難所，例如一啲大型嘅體育館啊、學校體育館咧，咁好多時真係要過夜嘅時候咧，可能3至5日，甚至2-3個禮拜，或者甚至個幾月都未必翻到屋企嘅時候咧，咁就真係要瞓喺嗰度嘅時候，咁日本咧就好興咧一種叫做紙箱床嘅，係啦，奧運嘅時候咧，佢哋都整個紙箱床俾啲運動員嘅。呢種紙箱床咧，其實咧佢摺起上嚟咧個硬度咧可以接近咧木床咁樣嘅，咁所以咧係好硬淨嘅。咁政府咧會預備咧大量嘅呢一類嘅紙箱床啦，同埋咧佢個設計咧係可以劃分一啲空間嘅啲隔板，咁變咗咧大家就算喺大型嘅體育館度避難啦，都可以一個安全安心，同埋咧有一個私隱嘅空間可以瞓覺嘅。咁其實呢個 TKB 政策咧，其實都係萬一真係發生災害嘅時候咧，希望咧可以盡量咁將嗰個災害或者令到市民嗰個傷害咧會減到最低嘅。咁最好就係災害，天然嘅災害永遠都唔好到嚟，咁就最好啦。上がるポッドキャスト。喺嚟到呢度咧，你睇到呢啲咁嘅新聞啦，可能你就會話啦，哇，飲筒啊、床鋪啊、廁所啊，呢啲細到好細微、好無聊嘅嘢嚟嘅喎。但係其實咧，呢啲咧其實咧往往咧就係我哋嘅文化會忽略嘅細節咯。咁日本政府同埋日本嘅社會其實咧面對災害咧，或者面對住人與人之間嗰個環境咧，係體現出有一種有個系統啊，同埋佢可以觀察到一啲大家平時會忽略到嘅細節。我相信咧我哋咧都好應該咧可以去從佢哋嘅方面咧去揾到啲學習嘅點，令到我哋自己咧都有一啲進步嘅。好啦，我哋今集嘅阿加祿 Podcast 嘅 Part 1咧就嚟到呢度啦。咁我哋 Part 2咧就會講一講咧日本嘅文化嘅。咁我哋下一 part 再見咯，拜拜。